Hello，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。好多人覺得自己能力唔夠，收入唔穩定，或者揾唔到一份理想嘅工作。佢哋通常會將原因歸納為幾個方向：市道唔好、學歷唔夠、出身限制，或者機會根本唔屬於自己。但實際上，呢啲條件並唔係真正決定結果嘅因素。真正影響一個人長期發展嘅係佢內在對自己身份嘅設定，而呢種設定唔係成年人後期刻意去選擇嘅，而係由成長過程啦，逐漸慢慢形成，包括家庭環境、早期經驗以及長期重複嘅生活結果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某種結果之中咧，大腦咧就會自動將呢個結果咧合理化，並建立對應嘅身份。舉個例，一個人長期經歷財務不穩，內在會逐漸形成我係需要捱嘅人嗰個身份。當身份確立咗之後，你嘅選擇、行為、決策都會朝住同一個方向。喺度我分享我曾經處理嗰個個案啦，對方咧移民之後咧進入咗一個新嘅環境，由於語言啦、資源啦同埋海外經驗有限，佢只能夠選擇咧從基層工作開始，例如工廠啦、勞動性質嘅工作。表面上睇呢一個好似係一個環境嘅限制，但長期觀察之後，問題核心咧並唔在於工作嘅本身，而係在於身份嘅延續。即係當時咧，佢仍然處於一個只能夠接受現實安排嘅人，去理解自己嘅身份。因此，即使環境改變，選擇模式仍然保持一致，直至佢開始進行身份覺察，重新理解自己長期重複行為嘅模式之後，情況開始出現轉變。幾個星期之後，佢收到一個來自舊公司老闆嘅聯絡，邀請佢合作嘅機會，開發新公司做返佢嘅老本行，人工、福利都比以前更加好。呢個結果並唔屬於所謂奇蹟，而係當一個人停止用舊身份去運作之後，行為模式出現重新嘅排列。外在嘅結果咧，只係內在結構改變之後嘅自然反應。如果你依家都發現自己人生長期重複同一類嘅困局，可以進一步進行身份覺察，可以預約身份覺察諮詢，留言身份或者 DM 我。